大家好，我係5號工聯會陸頌雄。保障就業，人人有工開，係經濟發展嘅火車頭。380萬打工仔係香港社會穩定嘅基石，所以由治及興需要打工仔嘅參與。立法會需要更多代表打工仔嘅聲音，為你發聲做實事。過去一屆，我工聯會陸頌雄團隊喺不同議題出謀獻策，從勞工福利、發展規劃、交通基建、地區設施、新能源應用乃至寵物權益，亦取得一定成果。今年我完成咗清華大學 EMBA 碩士課程，當中我領悟到政策要精準落實，需要有唔同元素配合，良政善治，關鍵需要大家嘅齊心參與。我陸頌雄有能力、有經驗、有擔當，深耕團圓，同創未來。保就業、拼經濟、為民生，請大家集中票源支持5號工聯會陸頌雄，多謝。